他徛要顶悬，较袂顶吼。阿兄，嘿，秋兰，阿嫂，你倒来佚佗哦？恁阿兄甲恁阿嫂是要倒来住，毋是要倒来佚佗啦？真是的哦，安尼是会足好的呢，大家会当住做伙哦，互相照顾，安尼上好啊啦。歹势啦，我拄仔做工课转来，我要换一领衫吼。秋兰呐，即摆即间房间哦，拢总阮的物件啦，你的物件吼，阮拢总甲你清出去啊啦。是啦是啦。好啊好啊，阿嫂，是个人吼，你有心，搁互你麻烦整理我的物件，我先来去换衫啦吼。看迄秋兰吼，一边咧笑笑，心肝内毋知咧想啥。咱哪会知啦？哎呀，恁两个莫安尼妒忌心啦，莫安尼黑白心。我的物件咧？这是要安怎住？爸，小兰啊，暂时委屈你带这牛条啦。你莫怨叹啦，你若要怨叹怨叹我，莫怨叹阿兄，知影无？免啦，我带牛条嘛是共款啊。这批表我用底仔甲围围的就用的啦。阿爸，我甲你斗破啦吼。秋兰啊，今仔赚的工钱还袂花呢。哇，袂歹呢，今仔搁赚比咱较济啦。舒服啦，看到钱目睭就金，了然。小兰，你讲你甲恁头家死头路，还是安怎？你嘛讲来听看卖。爸，毋是我去阮头家死头路啦，是我甲阮头家抬头，叫阮头家等去食家己。然后，你叫因头家转去食家己。是讲哦，你哪会去带恁某转来厝？无啦，爸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已经剃头店若无我去甲做吼，念伊就去倒啊啦。若毋相信哦，无你也看卖啊。无的确哦，过2工啊，伊就搁叫恁后生转去做啊。哦，那你做这新老人做了有够嚣摆哦。啥毋知？阿爸，我讲你听哦，我剃头长的功夫哦，若伫这台南府啊，恁后生若讲第二，绝对无人敢讲第一。对无，小爱？嘿啊，好，迄伫咧七股即个所在吼，连日本人要来家头问，好拢会指名啊华人呢，若别人伊就无爱去啊。真是的哦。不啊，当然嘛是真实的，我敢会骗你？阿兄，若是安尼，你头路无爱做死掉，毋是足无彩的。哎，秋兰啊，那这你就毋捌啦，阿兄讲你听啦。我今日奉请吼，我钱安怎趁的嘛是为头家落地仔去啦，迄就无彩工我咧做啊啦。是讲哦，秋兰，阿兄有件代志吼，想要甲你讲啦。我今日哦，甲恁阿嫂转来，煞叫你困牛条，我是真歹势啦。阿兄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甲阿嫂会当转来哦，我甲阿母还佫有阿爸，就拢足欢喜啊。住倒位拢袂要紧，牛条甲微微的嘛是会用个住的。你甲阿嫂莫囥伫心内啦吼。毋是啊，毋是啊，我毋是即个意思啦，我是讲吼，以后我若开店趁有钱的时阵吼，你就免去困牛条啊啦。啊，佫有啦，想煞咱即间旧厝吼，甲翻的翻做下厝，互咱大家较享受一下啊。即个代志哦，都包伫我身躯顶啊啦。就是安尼毋诶，那恁阿兄哦是偌财钱外口趁钱的呢，迄就是欠人栽培。就是干那欠迄块本钱尔啦。也是阮某吼上了解我啦。啊，若讲忙你起厝吼，这我是毋敢想啦。啊，我迄只牛我放弃，
啊，讲要去学剃头啦，出师就要买行话，啊，到即久嘛无影无伫食，骗鬼袂食水，迄少年人咧讲话吼，莫遐尼臭屁啦。阿爸，你嘛莫遐敖计较，啊，迄只牛的代志已经偌久啊，你敢打过记的哦？我较久嘛甲你记咧。啊，当阵要变怎？我也无牛通行李啊啦，无安尼啦。来，阮随我吼，巴肚内底即个金笋哦，甲你换一只牛啦，好无？嘿，好哦，嘿，比牛啊好。对啊，迄巴肚尖尖哦，看起来哦，一定是死查甫的啦。对啦，阿爸，你若毋相信，无你甲摸看卖。豆翻顶啦，一定是查甫的啦，唔免摸啦。肯定是查甫的。安啦。好，来啊，坐讲来。困觉有够寒。新仔，你在做啥？我咧洗尿桶啊！啊，洗尿桶，来，过来。迄洗尿桶是查某人的工课，啊你查甫人你教人咧洗什么尿桶啦？我若毋洗是要叫谁洗啊？啊，无叫母啊洗哦。叫阿丁仔洗讲，伊若不断洗哦，叫伊莫放尿啦。阿爸，你哪安尼讲啦？咱咧撒还佫比撒较臭，阿丁仔都毋敢去啊。新华啦，你是咧创啥啦？进来共我药啊啦！你看我网啊夹甲咧足痒的啦，厝内面猫啊遐尼高，甲我夹甲咧痒甲要死啦！我看卖下来啦。阿丁啊，你嘛较差不多咧，迄时阵也是恁翁呢，你甲当做奴才哦。你莫靠说讲你巴肚内有我的孙啊，我就袂骂你呢。我甲你讲哦，当初时哦，新华因老母要生伊的时阵哦，以后佫伫咧残忍伫咧做事的啦。做人的媳妇哦，莫安尼娇滴滴啦。阿丁啊，莫安尼啦，你咧生气哦？阿丁啊，无阿丁啊，啊你是要走去倒啦？阿丁啊！哎呦，阿爸，啊你著减讲两句啊，你是要创啥啦？到回家洗了就好啊啦。啥？你叫我做这个打鼓的人去甲媳妇回失的哦？你有讲唔对无？你头也歹啊你啊！阿丁啊！无啊，新啊，啊你是要走去倒啦？哎呦，够了然呢，无路，翘角，无效啦！千里路，万里情。他的母亲白伊个，你实在有够烦嫌的，啊，新妇甲后生才倒转来一工尔，啊，你就共骂甲走出去啊啦！你都无看迄个阿弟仔是啥物型啊？你看伊若袂生气哦，你别这头壳互你剁做伊也济。好啊，啊那安尼，我即摆来夹菜刀啦。即摆新妇甲以前无共款安尼，无亲像以前的新妇遐尼戆呢，现巴肚顺过啊，还佫伫咧田内咧做工课，时代无共款啊啦。你困罔困，唔通面望啊啦。总讲一句吼，是新法啦，无效，无路用啦。是啦，阿弟咱哪会无甲你倒转来？是安怎啦？伊若讲要转去厝啊，我家己若无开店做头家哦，伊就无要转来。无要转来就莫转来啦。囡仔我生的孙仔我抱转来就好啦。阿爸，你敢若想要抱孙尔？你敢毋甲阿丁仔当做家己的媳妇咧看待哦？一百块讲即落话，敢袂伤过超过？无啊，你即摆咧讲啥？你别个莫安尼小拄头，都想要答好无？阿君啊，
但你即摆无替我小想一下办法咧，摕钱互我来开店做头家啦。无到时阿囡仔真正唔转来啊啦。我免有钱啦，我的钱拢互你乌乌去啊！你袂想看卖咧？自你带阿丁仔到即卖啦，哈，恁赚的钱家己用无当要紧，阿母一仙5年拢无甲恁摕哦，我搁偷约钱互你，有恁两个是安怎遐够用钱？啊，一寡钱是拢用费倒去啊！我免有钱好互你啦。好啊啦，母啊，但你即摆讲遐是要创啥啦？即摆都已经无钱啊！你嘛替我小想一下办法咧，摕钱叫我来做头家啦。啊，无到时吼，我某另外囝两个都拢无去啊啦。开一间剃头店，都爱开遐济钱，我免有法度啦。阿母，阿兄，阿母，这是我今日的工钱啦。我来去煮饭啊吼。母啊，紧替我想一下办法咧，等我即摆是免烂啦，我都欠钱开店较紧的啦。有秋兰，你放心，我有办法。秀兰啊，哎呀，坤姊嘛，迄日啊，阿坤啊，就讲甲安尼啊，即摆要搁叫我去含人讲，歹人拢我咧做。无正爸，莫会安尼啦，你搁我养一遍啊啦。偌准你若有一个查某囝，亲像阮秋兰啊安尼，显会乖巧，啊搁遐敖气家，啊这亲情的代志，总是做事大人爱搁考虑一下啦。你讲也是有影啦。即个阿坤啊的意思，毋知安怎吼？那这你做咧放心啦，我会甲讲啦。哦，那安尼就好处理啦。对啦，这聘金毋知要甲阮讨偌济？这件代志我险啊叫袂记去。有影啦，咱即马吼，若要搁去甲对方讲吼，实在有影较歹势啦。咱若要共开伤悬，惊对方吼嘛出袂起，也无安尼啦。照这个阿敏的介绍，我嘛莫起价，200就好啊啦。哈，200？甲阿敏啊是有读过公学校毕业无？秋兰才去上课2工啊尔，这要叫安怎去含人讲？无咯，无正爸啊！秋兰哦，虽然是读无毕业，也毋过吼，人伊拢倒喺厝内家己读呢。啊，伊的字吼嘛捌袂比阿敏啊较少啊。而且伊真够做工课，这规庄仔头大家嘛拢知影。啊，人嘛生做袂歹啊。啊，这阿敏啊是要安怎甲伊比？放心啦，保正爸啊，这件婚事哦，你若讲的好势，这摆红包我则大大的纳一个互你啦。好，安尼吼，我过来甲你讲看卖咧。安尼哦，哎呦，保正爸啊，那安尼哦，万事拜托。放心，你等于等我的好消息，我保证爸吼，过来甲你走一撮。哇！代志讲安怎？放好势，你赶紧去带阿丁仔倒转来。好。无咯，母啊，我若爸甲秋兰会答应无啦？放心啦，秋兰甲你阿爸，我会甲伊讲啦。紧去！死我啦！唔通用走，用行倒，啊若无会跋走啦。好啦，免讲，自我生目睭发目白啊！导演捌听人讲现金1捆啊，要共摕到200块。带转到因查囝嘛，免开遮济。川啊，来啦，你听我讲者啦。莫搁讲遮呀，咱媒人你也做真济啊啦。这个聘金40块公定价，这通人拢知啊。安尼啦，规期我加20块啦，到60块啦。那这个行情哦，伫咱中秋已经无地比啊啦，200块。哎，伤离谱啊！看啥人拢同款，60块已经前磅啊，买来唔通？阿川啊，假使讲迄个秋人啊，若亲像保正爸爷所讲的，遮尔好着，啊开遐个侪钱，俗啦。对了，阿川叔啊，你做人真有名利。
水某的200块了。哎哟，啊，等200块是算啥货啦？啊，你存遮个济钱着，你敢有才调倒来刮茶底是？阿张叔啊，你吼这代志吼足阿杀你的，啊，大家吼拢在讲吼。讲啥？我煞毋知影外面的人拢嘛咧讲，讲啥物拢是因为我啦。啊，阮玉辉啊，强要30岁啊，还佫娶无我。哼，即摆啊，我偏偏着要甲做成，看因佫有啥物长底骹话通讲无？200块就200块啦，我讲的话准算吼。阿英啊，阿英啊，我小心一下啊！哎哟，啊你是要佫想啥货啦？就算讲我开200块，啊买一个查某干那6块多，啊你敢袂使就是？我的母亲白伊个。秀兰，秀兰，小等下啦！阿母，什么代志？我跟你讲吼，你看，你是阿坤阿因某？对啊。透中头来找秋兰啊？唔知要创啥呢？嘿啊，奇怪咧。就是安尼吼，你若遐毋知着急到要死，啊你若寿星嘛，阁有心地咧，伊人阁毋倒转来，若阁安尼继续落去吼，我看吼，咱会对不起咱的祖先啦。啊，是要安怎啦？即马敢若你有办法的啊啦。我阿母是咧讲吼，李家川这层亲情，你代先甲答应起来啦。啊，到时吼，咱迄个聘金来摕着，啊，你若遐个剃头店就开会成啊。而且吼，你若说伊嘛会倒转来，啊，到时吼，阮两个老的迄个时阵，我若手兰啊，啊，你谁来买啦？阿母，你敢无听人伫咧讲，李家川的后手翘喙影啊，做人做欠卡啊，足厉害的。哎哟，迄是听人乌白讲的啦。你无听保正伯伫咧讲，人迄个李家川的大汉后生，合作玉辉安尼，生做人办是足好的，佫高等学校毕业的，听讲伫咧公校，伫咧做先生呢。哎哟，迄厝的真个好业，你若无介意是足拍算的哦。既然伊的条件遐尼好，是安怎30岁啊，还佫娶无某？无啊，啊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佫甲我一句来一句去啊！你想讲恁兄说我无在条管呢？连你这查某囝我无在条管心？一千